揾錢艱難，特別係年紀大咗，未必會揾得返。所以老來咧最大嘅挑戰咧係點樣唔好俾人呃錢。騙徒手法咧真係日新月異、千變萬化，好容易咧係防不勝防。近日好多冒充政府部門或者公營機構，利用大家對佢哋嘅信任咧嚟行騙。等我同大家咧分享3種最新嘅騙案模式，希望大家咧唔好跌入陷阱。第一，假冒水費單，呃信用卡資料。有人收到以水務署客戶服務為標題嘅短信或者電郵，聲稱咧你欠繳水費，仲威脅話如果唔即時交錢咧就會即將停水。由於好多時咧涉及只係幾廿蚊，令人鬆懈，就會咧點擊內容附有嘅超連結，輸入信用卡資料，就咁咧俾人呃咗更多嘅錢。大家記住，水務署如果真係要追水費咧，都唔會通過電郵或者電信內嘅超連結，調你咧係提供信用卡資料，呢啲手法咧一定係騙案。第二，冒充醫管局或者醫院發出欠款通知書，有人收到印有醫院標誌嘅欠款通知，話佢睇完醫生冇俾錢，信入面咧仲印埋個二維碼，叫你數碼支付100幾蚊嘅藥費。醫院確實會發出付款提示同埋郵寄紙本帳單，市民咧都可以透過醫管局嘅應用程式 HA Go 咧係查閲帳單。如果對信件有懷疑，例如你根本冇睇過醫生咧，千祈唔好急住交，可以透過官網了解繳費嘅詳情。第三，假冒反詐騙協調中心或者執法部門，騙徒咧竟然冒充捉賊嘅人。佢哋會打電話俾你，甚至可以咧講得出你部分嘅個人資料嚟博取信任。之後咧話會幫你申訴，又或者話你涉及非法活動。總之最後咧都係要你轉帳或者提供網上銀行授權。唔少留學生都中咗招，記住咧執法人員絕對唔會要求你轉帳，更加唔會問你攞密碼資料。騙徒嘅劇本咧雖然成日換，但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要呃大家嘅錢。大家收到任何自稱政府或者機構嘅信息咧，記住都要核實，唔好立即就信，更加唔好即刻俾錢。如果唔肯定咧，即刻打防騙易熱線18222。請大家留言啦、讚好啦、轉發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